抗戰期間，日本8604細菌部隊曾經喺中山二路養超過50萬隻嘅老鼠，而且將呢啲鼠疫跳蚤用於人體嘅實驗，殺害大量嘅中國老百姓。而家關於日軍8604細菌部隊喺廣州犯下嘅罪行咧，喺互聯網上面基本上係碎片化嘅。我用兩本書，一個就係沙東信老師寫嘅《揭開8604之謎》，以及係曹慧平老師寫嘅《廣州8604細菌部隊研究》呢兩本書，還原翻當時嘅史實。而呢兩本書咧，亦都係我睇過眾多資料最權威同埋最詳盡嘅。嗱，首先同大家講下呢個大背景啊。其實1925年咧，世界各國咧就喺日內瓦簽訂咗《日內瓦公約》，係禁止使用細菌戰嘅。禁止使用唔單止係因為細菌戰嘅殺傷力極大啊，更加因為佢係殺人於無形，你根本揾唔到證據。咁日本拒絕最直接嘅結果就係8604最高嘅負責人佐藤俊義，佢喺法庭上面絕口不提喺廣州嘅罪行。最終法庭亦都揾唔到相關嘅證據。而呢一個製造咗鼠疫、霍亂、傷寒菌、殺害無數中國人嘅戰犯，最終只係被輕判咗20年。當時咧，日軍喺中國有5大細菌部隊，第一個就係大家非常熟悉嘅731部隊，叫關東軍防疫吸水部。咁第二個咧就係華南防疫吸水部，亦就係喺廣州嘅波字8604部隊。點解叫吸水部呢？呢個咧就係日軍打住嘅一大幌子，佢哋對外講就係幫助中國喺各地檢測水質嘅部門，其實就係研究細菌，包括傷寒菌、瘧疾、鼠疫，然後將呢啲細菌投入到水體。當時咧就有日軍將傷寒菌投咗喺南石頭難民營入邊嘅4口水井。阮茂山交代咧，當時日本嘅細菌部隊嘅總部實驗總部咧就喺而家嘅中山大學呢個位置入邊咧，分咗第1課到第4課，每一課咧都研究唔同嘅細菌嘅課題，其中第4課就係培養同埋研究鼠疫同埋解剖活體嘅。1939年，蘿蔔頭嘅細菌部隊咧喺黃埔港登陸，然後一直去到咗中山2路，即係而家中山醫科大學嘅位置，將呢度咧作為係細菌實驗嘅本部，喺呢度製造咗大量嘅細菌，殺害無辜嘅中國人。據波字8604專門研究鼠疫嘅衛生員叫井上木雄反映咧，話佢哋當時喺中山大學北門到東門之間嘅大樓入邊咧，養咗50萬隻白老鼠，專門係用於研究鼠疫嘅，而且每個月都會生產超過10公斤嘅鼠疫跳蚤。根據一位生活喺惠愛路，即係而家中山5路嘅老街坊回憶啊，佢話當時咧好多日本仔咧就將啲老鼠籠放喺惠愛路一帶，然後每日朝頭早都有一個着住醫生袍嘅日本兵去收集呢啲老鼠籠，然後一車車嘅老鼠運到去而家嘅中山醫科大學嘅位置。除咗中山大學呢個本部位置之外咧，日本嘅細菌部隊咧仲喺廣州3個位置設立咗細菌研究嘅支部。佢分別喺華南農業大學啦、江村啦，以及係東風路腫瘤醫院呢一個位置嘅。而講到慘無人道嘅細菌實驗咧，你就一定要提到南石頭嘅難民營啦。究竟有幾多同胞被殺害呢？有好多種講法。下期我哋繼續。1952年喺紙廠起宿舍樓嘅時候咧，挖出咗300到400個頭骨。咁時任基建辦嘅主任沈時盛嘅回憶話啦，當時喺宿舍樓嘅地基咧起到咗3到4批嘅屍骨，咁其中每一批就有100幾副。究竟南石頭呢個地方以前攞嚟做乜嘢嘅咧？同日軍嘅8604部隊又有咩關聯呢？1938年廣州淪陷，繼而日軍佔領香港。為咗減少管理嘅成本咧，日軍決定將香港嘅人數咧從160萬人減少到60萬。佢哋先喺香港製造咗糧食短缺嘅恐慌，繼而咧要求呢100萬嘅人搭船回鄉，而且用搭船回鄉有米派作為係誘惑。而佢哋回鄉嘅第一站就係南石頭嘅江面。好啦，再講下呢個南石頭啊，呢個南石頭咧之前有一個懲戒處，日軍佔領之後咧，8604部隊進駐到呢度，經過擴充咧，呢度可以容納1萬人左右。當時香港難民咧分咗幾十批過嚟啊，每批都有200隻船左右，大量嘅難民被滯留喺南石頭對出嘅江面，有啲船咧等就係成個月啦。據一位何姓嘅難民回憶，佢哋當時咧隻船上面一共有480人，
喺珠江滯留嘅期間，有蘿蔔頭咧拉咗幾十個身體強壯嘅人上岸，一去就冇回頭啦。有時日軍咧仲會喺船上面放跳蚤，至於咩跳蚤咧，而家已經係無證可查啦。所以船上面嘅人有餓死嘅，有病死嘅。當佢離開部船嘅時候，480人剩翻40人，而被拉上難民營就更加慘啦。當時難民入邊咧流傳住一首恐怖嘅歌謠。籠中鳥難高飛，不食未足肚有飢，食完肚痛冇藥治，一定死落化骨池。化骨池係真實存在嘅，佢咧就喺而家南基路嘅西南位置。咁其實呢個咧就係當時日本仔蘿蔔頭嘅一個叫屍體衣飾處理法。佢係點樣咧？大概呢個化骨池咧面積就係25平方米，高係4米左右。咁佢會將屍體先鋪喺底下一層，然後再冚20到30厘米嘅土，等屍體風乾之後咧，再鋪一層屍體，逐層鋪上嚟。據沙東信老師喺書入邊講啦，埋屍人就話，因為每晚就會抬嚟20個人死亡嘅難民啦，所以根本呢個池就唔夠放，而藍石頭一帶用於埋屍體嘅泥土咧，亦都被挖晒。究竟藍石頭呢度發生咗咩事咧？藍石頭難民營入邊究竟發生咗啲咩呢？嗱，8604部隊咧生產咗大量嘅瘧疾、傷寒菌同埋鼠疫等等。據謝罪嘅老兵阮茂山交代啊，佢就話咧，當時藍石頭呢邊咧有一個班嘅士兵咧，專門就喺附近嘅村一帶咧收集一啲活蚊。咁呢啲活蚊咧帶上菌之後專門拉啲壯丁過嚟咬佢。通常呢啲壯丁咧被咬完2到3日就會死亡。嗱，仲有一種更加大範圍嘅細菌實驗更為殘暴嘅，佢哋將傷寒菌放入我哋之前提過稀到水咁嘅粥入邊，大量嘅難民咧食完之後當晚就屙，一直止唔到，直到痛苦咁死去。呢種實驗每日都會進行，多嘅時候咧每晚抬走30人，少嘅時候咧都有7到8個人。面對過百萬嘅香港同胞，難民營就只能夠容納1萬人左右，點樣可以做到嘅咧？睇完上面咧，大家就明噶啦。曹慧平老師計過條數。廣州淪陷7年時間，每日抬走20人左右，粗略計算，喺難民營遇害嘅同胞就超過5萬人，再加上困喺船上面冇嘢食、冇藥醫死去嘅同胞，保守估計死難同胞咧超過10萬。而更加令人憤怒嘅係蘿蔔頭毀滅證據，佢不承認，所以呢個數字可能永遠成謎，只會更大。嗱，仲有一樣嘢1940年左右咧，日本仔突然間釋放咗200名嘅難民，而且仲要俾埋錢同埋俾埋新衫佢哋添。唔係呢啲蘿蔔頭良心發現而係咧佢哋希望通過呢啲人去感染更加多嘅中國人，因為呢200名嘅難民咧係曾經被注射過細菌，但係幸存落嚟嘅，體內依然帶住大量嘅細菌。上個世紀40年代，廣州省城咧瘧疾、傷寒、鼠疫大流行，呢啲資料咧喺當年嘅報紙入邊仲可以查到嘅。咁睇翻數據啦，當年日軍主要喺廣東、廣西、福建3省進行瘧疾細菌戰。1940年到1942年間，3省相關疾病死亡人數佔全國嘅70%。細菌戰嘅影響咧一直持續到1949年之後。1950年廣州突然間出現咗500例嘅恙蟲病。其實恙蟲病咧喺解放前係極少出現嘅。據阮茂山供述，咁8604部隊咧曾經喺老鼠身上邊做咗大量嘅實驗，培養咗大量嘅帶鼠疫嘅恙蟲。儘管咧蘿蔔頭係極力否認罪行，亦都毀滅咗好多嘅證據，但係佢哋所做嘅呢啲衰嘢已經抹都抹唔甩啦。有人話其實人類歷史幾千年嘅時間都係殺戮過嚟嘅，無謂成日記住歷史拉仇恨啦。但係唔該你記條數，淨係藍石頭咧帶到咁多個冤魂，人哋仲要極力否認，我哋點可以忘記呢？所以希望呢條視頻可以轉發俾多啲人睇，唔背當自強先至係對佢哋最大嘅反擊。